师兄，我知道这次你是破了例，师弟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恩德。不必了，你我虽同门修炼，但却主百异心。从今往后，你也和他们一样，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。走吧。哎呀，宁公子、小倩，你们慢慢吃，都是你们的，别噎着了。哎，来，喝点水，没事吧？啊？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倩，你不是天天嚷嚷着要杀这个书呆子吗？怎么现在我觉得你拿他不像当仇人，倒是像当相公啊？玉生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有损小倩姑娘的名节啊！哎，男人婆，他们九死一生，就不要笑话他们了。严道长，严姑娘其实说对了一半，宁大哥他真的不是我的仇人。你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哎，快说快说，100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宁家非但不是我们狐族的仇人，反而是大恩人。而我们狐族真正的仇人是黑风。黑风老妖？我和小倩姑娘亲眼所见，楚王围攻宁定光，想要夺取轩辕神剑，而黑风假意保护神剑，实际上是想私吞，号令3界。黑风为了满足他的野心，不仅杀害了狐族先祖聂尘，更血洗了狐狸洞，几乎将我们狐族斩尽杀绝。幸亏宁前辈及时赶到，打败了黑风，否则不仅我们狐族早已灭门，就连3界也将落入黑风的手中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现在是真相大白了，那你俩就不是仇人了？我早就说过嘛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。哎，那你俩可是生死与共了，经历这么多艰险，那你俩是不是已经有点儿……严姑娘，哎，大木头，我突然觉得他们2个还挺般配的嘛，你觉得呢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对付黑风。那个黑风老妖法力高强，耳目众多，以我们目前的力量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要是轻举妄动的话，非但不能除妖，甚至还会害了大家。好在现在黑风老妖并不知道小倩和彩晨已经复生，也许会放松戒备。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，好好的筹划一下应该怎么做。宁公子、小倩，你们复生的事，一定不能泄露半点风声。娘，彩晨，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天哪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啊！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担心了。哎呦，我的儿，快起来，孩子，活着好，活着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坐。上次那帮恶匪杀入了咱们家里面，报仇未遂，暗中伏击了我和小倩姑娘。幸亏燕道长给了我们一颗夺命丹，只要10日之内服下解药，即可苏醒。虽说这事是严姑娘惹出来的，但毕竟是为了保护我种下的仇恨，你千万不要怪严姑娘。你能够平安回来，为娘的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小倩姑娘怎么样了？啊，娘放心，小倩也服下了解药，现已无碍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娘，那个还有一事。你说。这件事情为避免节外生枝，
我和小倩姑娘生还的事儿一定要保密。明白了。你说什么？1000年前杀我狐族祖先、血洗狐狸洞的不是宁定光，竟然是黑风。小倩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要查清楚啊！的确是我亲眼所见。娘，舅舅，黑风阴险狠毒，口蜜腹剑，一面和宁定光、聂尘称兄道弟，一面却暗下杀手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枉我们这么多年来为他出生入死，竟然一直在为我的仇人卖命。我真的是愚蠢呐！娘，你也不要自责了。黑风一向诡计多端，如果不是燕道长和宁采臣拼死相助，我想我们就算到死，也不会有揭穿他真面目的一天。只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黑风老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他会有败露的这一天。此仇不报，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我的先祖？小倩，立刻召集人马，我要杀进黑风寨，去黑风狗灭！娘，你息怒啊！如今我们并不是黑风的对手，贸然前去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不但报不了仇，反而会伤害了自己啊！更何况黑风还不知道我和宁公子复生，若消息泄露，他势必会要继续对付宁家。宁家与我狐族有大恩，我们绝对不能连累他们。哎呀，小倩说得对啊，灭族之仇不共戴天，但目前黑风势力庞大，我们要硬碰硬的话，绝无胜算，还需从长计议啊！你们说得对，这个仇要好好的筹划，怎么样去报才是？娘，我会到月容姐那里暂避。这段日子我没有办法照顾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提防黑风，尤其是那个鼠妖姥姥，她本来就喜欢针对我们。这段日子，千万不要让她抓住任何的把柄。这个，你要心里明白，你就放心吧。小倩，真的是小倩，我的小倩回来了。对了，小倩，你没死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知道我有多难过，我有多伤心吗？头巾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来找你，也是形势所迫。形势所迫？出了什么事？谁要害你啊？陶靖哥，你先听我说。我这次虽然九死一生，但却查到了1000年前的真相。杀我狐族先祖的不是宁定光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另有其人？是谁？我还没有查清楚，所以我还活着的消息，请你千万要保密。我怕万一被仇家知道了，又会对我族和宁家不利。你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小倩，那你这段时间会在哪里呢？我会暂时躲在月容姐那里，直到找出仇人，报仇雪恨。我帮你啊！我说过了，我一定要亲手
杀掉我的仇人，不管那个人是谁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我会去找你的，但是现在还是要保密为好，就连黑风主人也绝对不能透露，可以吗？小倩，只要是你让我做的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好。小倩，蓉蓉姐，小倩，快让我看看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蓉蓉姐，我很好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小倩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好了，娘，孩儿这几天让你担心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只要你回来就好。彩晨大哥，啊，月容姑娘回来了。玉容姑娘干娘，你可回来了。我听小倩说彩晨大哥没有死，就急忙赶回来了。干娘，恭喜你，真是太好了。彩晨大哥，你知不知道干娘有多难过？不过这下可好了，雨过天晴了。我也是迫不得已嘛。彩晨让月容姑娘担心了。算了算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对啊，哼，我得回去赶紧告诉树妖姥姥去。你说什么？宁采臣、聂小倩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！你不是亲眼见到他们的元神无法归位而一命呜呼的吗？主人息怒，我确实是亲眼所见，但为何二人死而复生，我也想不明白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们和狐族串通好了，故意来欺瞒主人。主人想想看，聂小倩几次三番放走了宁采臣，你说他要是没有狐族撑腰，他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？我看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是狐族捣的鬼。哼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主人的命令放在心上。启禀主人，狐族派人送来请柬。念。主人在上，今寻得千年人形灵芝一件，据说服用了可令功力大增，修炼事半功倍。主人一向疼惜我们狐族，狐族愿助主人完成大业，故特此举办献宝宴会。这个老狐狸主意还挺多的。主人，此乃五行山上修行千年的人形灵芝，我们狐族寻遍了深山，终于找到，今日特此献给主人，祝愿主人一统妖界的大业早日完成。我一直就说，有你们狐族做我们黑风寨的根基，黑风寨一统三界，那是指日可待呀。多谢主人赏识。谢主人赏识。恭请黑风主人饮用。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黑风，1000年前，你未得轩辕剑，残害我狐族，
1000年后，你魏除宁采臣，欺骗于我，都怪我眼瞎，居然相信了你，一直都在为你卖命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我们2个的恩怨定要做个了断。想找我报仇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你们一个也休想离开这里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舅舅，你没事吧？想不到我胡族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。黑风，旧仇未报，今日又添新仇。这笔血账，我一定要找你讨回来。黑风既然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策，那么他一定会知道小倩已经复生的事。糟糕，小倩，她肯定会有危险的。小环，你速去通知小倩，让她早做防备。主人英明，不仅一眼识破了老骚狐狸的诡计，还将计就计，将他打得落花流水。他们这点小伎俩，在主人面前简直就是跳梁小丑，不值得一提。师傅，狐族一向忠心耿耿，这次的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哼，他们先是摆下鸿门宴，又奉上毒酒，这是误会吗？陶静，我看你的心里、身上都沾满了胡骚味儿了吧？你好了，狐族数次违抗于我，今天又妄图加害于我，实乃十恶不赦。本来我想一举歼灭，没想到这个聂老太逃跑了。主人，那聂老狐狸诡计多端，会不会回来报复？我们可要小心为上啊！报仇？我怕他们不敢来。陶进，把所有的探子都给我放出去，务必找到狐族的藏身之处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背叛我的代价。是。没有，狐族敢对我动手，说明他们知道了1000年前的真相。宁采臣、聂小倩，本来我想收拾完狐族再收拾你们，如此一来，可是你们在找死。好了，是，即刻动身，把这2个人给我灭了。宁大哥，啊，月容姑娘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书念多了有些乏累，出来透透气。宁大哥，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，眼看你的考期将近，我看不如提早上京。一来远离这是非之地，二来也可以安心备考啊。这……宁大哥是不放心干娘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能金榜高中，干娘才是最高兴的。干娘前些日子还说呢，怕你一个人上京，路上无人照顾，让我陪你一起呢。宁大哥，干娘这辈子只盼着你光宗耀祖，如今你几次险遭不幸，他老人家已经心力交瘁，就算为了干娘，你也应该早日离开，
上京赴考啊！不好，快走！啊！看你们两个躲到哪里去！给我上！快走！追！先躲起来！在那边，追！他们走远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他们可能在附近呢。我们被追杀，就证明我和小倩都暴露了。小倩也有危险，我要赶快去告诉她。小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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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房间看看。小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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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儿了？怎么不在啊？他会去哪儿呢？我哪知道啊！明明说要躲在这里的。啊，被黑风抓走了？不可能！你看都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小倩是自己走的。哎呀，你是她的好姐妹，快想想她会去哪儿啊？你们还同生共死了呢，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哎，会不会去宁府了？有可能，她一向喜欢热闹，一个人躲在这里肯定会寂寞的。坏了，万一这路上遇见黑风或者别的妖怪怎么办？我们快走！哎，干嘛？去送死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！哎呀！少跟他们废话，有什么话等我杀了这帮妖孽再说。杀！道长，雨生姑娘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快去救小倩。哎，小倩怎么了？黑风知道我和小倩已经起死回生了，所以说我就来这里找小倩。结果小倩不在这里，我想她可能回宁府找我了。你先别急，我们过来也是找小倩的。现在到处都是黑风的手下，这样吧，我们先从长计议。啊，这……我相信他不在宁府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小倩有事的。道长，你刚才说小倩不在我家，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感应到你和小倩有危险，所以特意前来相助。若不是有道长相助，今天我和宁大哥恐怕就凶多吉少了。哼！
哎呀，恐怕凶多吉少的不是你吧，而是宁采臣。你呀，跟那些树妖一样，一路货色。哎，雨生姑娘，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刚才如果要是没有月容姑娘的话，恐怕采臣早就没命了。这月容姑娘跟小倩一样，都是好人。好人？哼，再好也是妖怪。喂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，就不能互相信任吗？道长，这说了这么久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之前去过狐狸洞，本来是想找小倩的，没想到却发现狐狸洞里空无一人，狐族都不知所踪。我猜小倩可能跟他们一起走了。哦，那这样最好。哎，可是这狐族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呢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这个我也不好说。那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啊！哎呀，书呆子，我跟你说，狐族他既然要隐藏踪迹的话，别说你找不到，就连我跟大木头也很难找到他们。宁公子，你也不必担心。如果我们找不到小倩的话，那代表黑风他也没找到，那就是说小倩应该还是安全的。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等。啊？敌不动，我不动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就先留在这儿住下来，再想办法吧。那好吧，先住下来，等小倩回来了，就不怕找不到我们了。哎，小倩千万别出事啊！娘，舅舅，没想到我们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。唉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有报仇的那一天啊！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，如今还打草惊蛇，这下黑风恐怕不会放过我们了。就算他放过我们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娘，小倩，娘，你终于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回狐狸洞里，发现那里一片狼藉，我担心你们出事，却找不到一点踪迹。娘，你可急死我了。娘，你该不会是去找黑风报仇了吧？娘，我们不是说好从长计议的吗？你们为什么？娘也是为了给狐族报仇啊！我们一个个浴血奋战，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你呢？躲起来也就算了，这个时候还好意思说什么风凉话？小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是对是错，反正已经是这样了，不反也反了。黑风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啊！你舅舅说的对，黑风嗜血成性，你们要记住，如果娘死了，这个仇绝对要报下去。娘，你别说了，杀黑风，小倩是第一个赞成。只是现如今敌强我弱，强攻无望，只能智取啊。哎呀，你说的何尝不是啊？刚刚我们还在商量如何对付黑风呢。哎呀，可就是不能明打，不如暗算。暗算？是啊，娘，我在黑风寨住过一段日子。据我所知，黑风每天都有一个习惯，每天辰时都会打坐练功，而且不许任何人干扰，否则就会走火入魔。也许这就是杀掉黑风的唯一机会。黑风的密室啊，肯定是戒备森严。就凭我们呐，还没摸到他的门口呢，就已经死无全尸了。这个容易。有一次我好奇，偷偷溜进了密室，结果被我发现了一条密道，一直通往黑风寨外。我猜这是黑风在危急时刻用来逃命的密道。娘，明天辰时，你和舅舅带领众人佯攻黑风寨，到时候我再伺机从密道偷偷溜进密室，杀掉黑风，就让黑风逃生的密道变成他的丧命之道。哎呦，小环，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。这个主意好是好，只不过，就算黑风在练功时会放松戒备，要想杀掉黑风，一定要把握机会。一旦失去时机，不但杀不掉黑风，而且
还会被他所害。小环，娘是担心你的武功尚欠火候。这样吧，还是娘去杀黑风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事先先放迷烟，迷倒黑风再动手的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娘，相信我吧，我一定可以为狐族报仇，为您分忧的。再说了，毕竟我也是狐族的一员，是您的女儿啊，这个任务交给我是最合适的了。娘，你就相信小环吧。小环从小聪明能干，这一次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环，万事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黑风，今天我们来报灭门之仇，你快乖乖的出来给我受死！你这个奸佞小人！你老狐狸，主人不抓你，还送上门来了，你还真想找死？狐族今日来报血仇，有胆敢阻拦者，杀无赦！伯母，你们根本不是黑风寨的对手，你是最清楚的。你这是何苦呢？陶静，念今你对我们家还不错，你让开，我不杀你。今日不取黑风首级，誓不罢休。上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走。给我追！追！雕虫小技，还敢在我黑风面前卖弄！师傅，他想要刺杀为师。师傅，都怪徒儿保护不周，请治罪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外面怎么样了？外面狐族大举进攻，树姥姥正在率众追杀。我怕中了狐族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对师傅不利，所以半路折回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幸好师傅武功高强。狐族不出乃心腹大患，吩咐下去，追杀狐族。小环押下去，听候处置。是，师傅。小倩，伯母，舅舅，宁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止宁大哥，还有我们呢，还有我们。伯母、舅舅、月容姐、燕道长、严姑娘，你们见过聂夫人。道长有礼。我在玄真观感应到你们可能有危险，所以特意下山来找你们。你们不用看着我，也不用感激我，
我当然不想来了，我才不想管你们的事呢。是这个大木头非得拉着我来，哎，不管怎样，小倩要代表狐族谢过燕道长和严姑娘。还有我呢，你怎么不谢我？你我情同姐妹，都是自家人，我才不谢你呢。哦，他跟你是一家人，那宁采臣呢？你怎么不谢他呀？难道宁采臣跟你也是一家人吗？谢不谢的以后再说吧。小倩，黑风已经知道我们两个人起死回生，恐怕会对你不利啊。已经晚了，我娘带领狐众刺杀黑风失败，如今黑风正四处搜捕我们呢。难怪我到了狐狸洞是人去楼空，原来你们是为了避开黑风，所以才刻意隐藏行踪的。小倩，你要躲避黑风，好歹跟我说一声啊，你可让我们好找啊。对不起啊，月容姐，事出紧急，来不及通知各位了。可是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我让拓经暗中打探，听说附近有动静，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真的是你们。现在大家都安全，那就好了。多谢燕道长关心。为了我们狐族的大仇，道长多次出手相助，又帮助我们查出了真相。我们狐族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聂夫人不必多礼。其实我燕赤霞本来就爱多管闲事嘛，更何况这是小倩的事情。可是这次刺杀行动失败，黑风肯定会多加防范。以后如何应对，有什么对策吗？黑风每日辰时要打坐练功，刚刚我们仰攻黑风寨，小环就从后山的密道潜入密室里杀掉黑风，只是不知此时他是否已经得手。是啊，算算时间，小环也该回来了。苍天保佑，保佑小环能够手刃黑风，平安归来。也不知道小环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姐姐，小环吉人天相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快点吃吧啊！我没有胃口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哎。你没吃饱吧？兔子最爱吃白菜了。来来来，吃点白菜。来，坐下吃白菜，吃白菜啊！小倩姑娘，小环姑娘她那么机灵，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。可是天都已经黑了，她还没有回来，我只怕她是凶多吉少。我们不也是历经过生死吗？我相信老天爷是公平的。黑风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他一定会遭报应。若不是黑风从中挑唆，我也不会把你当做我的仇人，也就不会给宁家带来那么多的麻烦。你要是不杀我的话，那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佛家说了，万般皆随缘。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吧。宁大哥，我实在是担心小环，我必须去黑风寨一趟。但是如果娘和燕道长知道了，绝对不会答应的。麻烦你等我走了之后再告诉他们。什么？你要夜探黑风寨？这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没事的。黑风绝对想不到我们白天刚刚败走，晚上还敢再去。而且我只是去探听一下消息，绝对不会贸然行动，不会有事的。那我陪你一起去，多一个人多个照应。不行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告诉燕道长，让他拦住你。走前面。啊。这边。没事吧？嘘。
怎么了？我去！不许动，不许说话！我问你的，说，今天是不是有人来行刺黑风？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！说啊你！你这样他怎么说呀？说！今天行刺那位姑娘被主人关进来了。关在哪里了？快说！